伫咧家己水上的南靖有一个飞亚艺术家李俊兰，最近邀请社区甲学校留共钱，差不多50人，做回来创作4公尺悬的鸡仔冰装置艺术，希望会当成做行销南靖的重要地标。大家做伙捡草啊，甲外口的包装拆掉，一支4公尺悬的鸡仔冰就展现伫大家面头前。嘉义县南靖车站对面的灯厂，透过社区时代甲学校囡仔合力做伙完成这项地景艺术。啊，个心切啊，大群细群照破啊，才好啊。都是南靖这边在地他们的记忆啦，或是特色啦，或是一些人文风景啊的题材来制作的。然后最后是利用一个冰棒的形式呈现在公共的区域里头。这项艺术地景的造型是以8年南靖灯厂的鸡仔冰为主，由附近静和社区、南靖社区、三靖社区、甲南靖各小的学生做伙来完成。学校表示，囡仔透过创作加深对在地的感情，未来阁会有相关的课程，让囡仔来认捌在地。透过这个区块的认识跟创作，它一定会在我们的课程里面跟学习里面加深他对地方文史的一个认识。南靖的那个警察局。然后我做这个的时候，觉得这个很简单，但是它又有一些细节需要自己拿那个工具去雕刻。嘉义县文化基金会表示，艺术创作甲社区合作伙，时代甲囡仔做伙参与，唔但替地方增加新的艺术地景，嘛，互在地社区带来认同甲公认感。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